兄姐平安。感谢主，这条教会安排，今仔日就通甲大家三块来敬拜上帝。昨参加小长老的长老娘姚佩文的特别礼拜，少年佩文长老留落侪侪好的所行，水的脚迹，互咱通少年，互咱通学习。愿上帝安慰小长老全家，是阮祝福互你。今仔日是圣三一主日，三一主日就是顶礼拜是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后的第一礼拜就是圣三一主日，所以三一主日就是咧纪念、默想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三一主日，因为一年中只有今仔日是即个三一主日啦，所以我就是讲咱今仔日就来用即个三位一体上帝，甲咱三角来思想即个题目有较定大家才学较有咧，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咱三角来思想。这个教会日就是用耶稣基督的降生做开始，为抬杠节做开始，耶稣的纪念，耶稣的降生，耶稣的生平，耶稣的受难，第三日搁活了后，40日上天，上天了后10天圣神降临，所以就是耶稣搁活了后第50天，两者学生伫犹太人因的五旬节咧三角主日，咧祈祷的时阵，圣神降临，因得到大困难，来彼此做工，所以迄日就是五旬节啦，所以咱常常来叫遮个安尼真注重灵魂的，拢叫因是五旬节派所以后礼拜就是圣神降临，圣神降临节的第2主日，搁落圣神降临节第3主日、第4、第5主日安尼，到伫11月19，就是圣神降临的第25主日，搁落迄礼拜11月26，就是基督君王主日 ，Reign of Christ。这就是教会日最后的一礼拜，然后搁刷落去12月初3，就是抬杠节第1主日，抬杠节就是准备等待耶稣的降生，准备心，来迎接耶稣的降生。所以教会日就是缀着耶稣的生平，甲圣神降临的即个节期来行，所以圣神降临的节期是上长的时间啦，差不多占教会日一半的时间，差不多6个月，互咱会通来体验圣神的工作，伫咱逐日的生活中。早期的教会并无即个圣三一主日即款的节期。差不多伫第7世纪的时阵有出现即款咧纪念三位一体的感恩礼，所以即个做即个活动渐渐就流传伫各所在，到第8世纪，教会咧渐渐形成，就小教组织，到第10世纪。
教会就开始注重即个三一主日，特别是英国的信徒，到伫1334年的时阵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基督教的信义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安尼开始来持守即个三一主日。教会虽然是教会较中世纪才开始安尼来咧持守即个，总是即个三位一体的即款的观念，真早就伫遮的初代教会信徒就拢有即款的信仰。所以咱伫即个三一主日来纪念三位一体的教义。即个教义就是表明圣父上帝是创造者，圣子上帝是救赎者，圣神上帝是安慰者。所以教会上重要四个教义，就是三位一体道成肉体救赎甲国活这四个教义是真重要的教义。咱来想即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即咱基督教敬拜独一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的上帝。即个信仰是对旧约圣经开始伫旧约时代，上帝通过族长后壁来汉伊三甲交迄个时代叫做族长时代。通过士师，通过先知，来对以色列百姓讲话。所以上帝对摩西讲即个10条诫第1条，我以外恁毋通别咧上帝。这伫出来记第20章。伫申命记第6章第42条讲，以色列恁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着真心真性真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赛亚45章第50讲，我是耶和华，伫我以外无别个，除我以外无上帝。所以旧约以色列百姓所敬拜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旧约是律法时代，逐个人都爱遵守律法，总是人的气力无够，无法度完全来守这律法。所以上帝的怜悯耶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这就是新约时代的开始。耶稣替人赎罪，修订伫世界来死，第3日搁活。耶稣搁活要上天以前，吩咐学生讲：恁着爱等待圣神降临，恁要得到快乐。所以因大家耶稣上天了后，因着伫咧一间厝内，就伫遐同心祈祷。到无算节迄日，真正圣神降临。所以学生本来耶稣死。大家是行到一人走一路，总是耶稣甲讲：恁着爱祈祷，圣神会降临，互恁有快乐。结果圣神降临，你着快乐，大家好胆去见证，去透露伊。所以耶稣上天了后，圣神继续做工伫即个世间。所以咱所相信独一无二的上帝。总是伊有3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神，这3个位格，安尼这就是三位一体，咱叫做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经内底虽然无即个三位一体，即个字眼Trinity，无即个字眼，总是真侪圣经的所在，拢有讲到即个三位一体，父、子、圣神、上帝。有诶讲到圣父甲圣子，有诶讲到圣子甲圣神，有诶讲到父、子、圣神
三位三个位格。这三位一体上帝，这是一个真深的道理。这个古代教父奥古斯丁伊是一个神学家、牧师真出名，伊的影响会使讲影响教会历史落来安尼到即嘛。伊论到三位一体，伊讲爸是上帝，囝是上帝，圣神是上帝，毋是三位上帝，是一位上帝。爸伟大，囝伟大，圣神伟大，总是毋是三个伟大，是一个伟大。爸全能，囝全能，圣神全能，总是毋是三全能，是一全能。我无讲三本体，无讲三伟大，是讲一本体，一伟大。因为万物拢是本伫伊，活靠伊，归伫伊，阳光归伫伊。所以我告诉恁，捌用一个心理的譬如讲，咱人有记忆，会记咧为安怎，会记咧啥物代志，还佫有认知。即个认知呢，就是，我知影安怎样来这教会，安怎转去，即个佚佗来去公园，会晓转来厝咧。咱即马大家拢真惊即个老人痴呆症即马就较讲爱叫做失智症啦叫做失智症安尼这样失智症就是出去散步，煞要转来，当阮厝是伫倒，行即条行迄条，行来行去，行袂到厝安尼甚至有诶讲家己诶囝，家己诶查某囝，那干嘛？我啥物人还是讲袂出来，大家上惊安尼所以伊讲咱一个人有即个记忆，有即个认知佫有即个意志。我有意志，我要来做这项做迄项咱拢有意志安尼。所以我搁思点即个譬如嘛是真好啦就是讲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亲像咱人有记忆、有认知、有意志安尼三方面，总是咱是共款一个人共款一个人有一个教父叫做特土良特土良即个教父呢，伊就用树做譬如比如讲咱讲上帝是一个，咱看到一丛树即丛树就亲像上帝共款。总是即丛树呢，伊佫有叶佫有根安尼你袂当讲这树是伊叶甲根，伊袂当分开所以上帝亲像一丛树上帝总是伊有爸、囝、圣神安尼。所以亲像树伊有叶有根，总是这是袂当分开的，相连的做伙的即个路顶马丁呢，伊有用一个自然的譬如，就是讲这互人了解这个三位一体的关系。伊讲上帝就是亲像一蕊花亲像一蕊花，这花有迄个气味，花伊有迄个医疗的效果咱若有闻了真爽快安尼身躯就安尼真轻松真好所以亲像一蕊花，伊有香气，伊有即个医疗的即款的效果。咱若听见有人譬如即个三位一体上帝讲譬如亲像水讲水伊伫普通时咱是水会当洗水会当用总是伫加即落伊就变做气蒸气，变做蒸气，安尼看较袂着安尼若伫天气冷的时，会变做固体固体会变做雪啦，变做冰角啦安尼伊伫化学的组织顶面拢共款，水就是水，伊是一项
康啦，遐食物件啦，遐安尼，总是即款譬如呢，因为这水会变做三种无相像的形态，所以会互人理解变做讲上帝有三种无相像的形态论。所以遮譬如呢，侪譬如拢是有诶有帮赞啦，总是无法度完全来说明三位一体上帝诶奥妙。所以三位一体即个位，三位即个位呢，毋是三个人诶位，毋是三个上帝，是上帝是一位，总是伊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圣爸是完全的上帝，圣囝是完全的上帝，圣神是完全的上帝。所以即个上帝有三个位格，讲上帝是一二三，三二一，上帝是一而三，三而一，所以才有一个道，才有一个道但是中是上帝，即个上帝，圣爸就是上帝，圣囝就是上帝，圣神就是上帝，总是圣爸毋是圣囝，毋是圣神，圣囝毋是圣爸，毋是圣神，圣神呢，毋是圣囝、圣爸，所以圣爸、圣囝、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一位上帝，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圣爸上帝是创造天地、创造万物、创造人类的主宰，伊是计划者，自有永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始无终。圣囝上帝是救赎者，圣囝耶稣基督道成就体来到世间救赎人，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圣神上帝是帮助者，无形无相，无处不在，充满宇宙，也点伫人的心中。所以圣神是保卫师，是帮助者、安慰者，即摆咱有叫做慰助者，就是帮助甲安慰。启发者、带领者，这就是耶稣上天的时应允。圣神要降临，恁要得到灾难，得到困难，去到逐所在有法做见证。约翰第3章，伫遐耶稣甲尼哥底母，甲伊讲，我讲恁着爱定头生，恁毋通掠做鱼奇。风随意思吹，恁听见风的声。却毋知伊对倒位来，对倒位去。若对圣神生的也是安尼。这就是咧讲，圣神咱虽然无看见，总是伊无所不在，伊嘛踮伫咱的心中。咱这台湾的长老会的圣诗2009年新版的圣诗第33首有一首诗叫做“天顶阿爸真正慈悲啊，赐咱食穿逐项招备啊，咱诚心服从伊，谦卑来分地。伊是春风，我是草，随伊吹。伊是春风，我是草，随伊吹。圣神是风，是春风，咱是草，咱若去到野外草埔，看见风咧吹迄草安尼吹圣神就是亲像春风，咱是草，随伊吹。伊要吹东风、西风，要安怎吹？大风
小风吼咱是草，是性情的意思，安尼来吹。所以性情是上帝三位一体中间的一个位格，所以无论性别、性境、性情，拢是为上帝，拢是上帝。独一的上帝有三个位格，所以讲位格，即个位其实伫英语叫做person，person 是人呢，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总是伫即个戏剧啦、电视剧啦、电影啦即个 person 叫做角色，叫做角色，同一个人，有时伊伫咧一个戏剧还是电影中间，伊会当演无共款的角色，安尼，所以这叫做角色。所以咱讲上帝三个位格，迄就是讲上帝有伫无相像的时阵，无相像的角色咧做工，咱伫实际生活中，嘛是逐个人拢有真侪角色，有人做囝儿，嘛做老爸，嘛做某公司的职员，是头家，是有人做查某囝，嘛做新妇，嘛做老母，是抑佫有诚侪角色，咱伫教会，伫社会社区，伫真侪所在，咱逐个人拢无相像的角色，上帝有三个位格，有三个角色，同一个上帝。咱一个人嘛有请一个角色，总是咱是共款一个人，就是我有真侪无相的角色，上帝是一个，安尼咱就会当较好了解。这三位一体教义无容易了解。有一个英国的牧师叫做 John David Paulson，伊伫咧 YouTube 有一个叫做大卫包森国际中文频道，内底有一个叫做认识三一真神，认识三一真神，点下集，我感觉讲了真好，大家会当去看。伊讲，你若对还未信主的人就莫甲伊解说三位一体啦，因为你一讲伊就无爱听，嘛听袂明白啦，所以毋好浪费即个时间，颠倒就是爱来，互伊感受，互伊体会上帝的听，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恩典，安尼，伊若有体会着，伊即马就渐渐会了解，渐渐会了解，咱因为咱拢信徒，久所以咱就爱了解，总是咱若讲对还未信的信徒，莫一个就讲三位一体，咱会当讲上帝创造，耶稣救赎，是圣神，帮咱启发，引导咱安尼，然后渐渐伊若有体会，会了解，安尼有一日，讲三位一体就会了解安尼。所以上帝是创造者，咱是被造者，咱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这是正常啦，因为咱是被造者，上帝是创造者，总是上帝有赏赐咱智慧，互咱会通渐渐来明白上帝。伫箴言9章第10节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咱爱敬畏上帝，上帝会互咱智慧，咱就渐渐了解上帝。咱若敬畏上帝，上帝就帮助咱，搁较会当来体会上帝的听，
上帝的旨意。《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讲，若熟悉迄期袂当领会现行的事，反当掠做愚妄，并且袂当知，因为这的事是属灵的人才会当看透。约翰16章13节就讲，等待真理的神来了，伊要引带恁明白一切的真理。现行就是要甲咱启发，甲咱指导、感动，互咱明白。咱来看伫圣经内底拄仔有讲有真侪所在啦总是咱只有找几个所在来三角想讲，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有三个位格，总是三位一体，上帝伊是一个伊伫圣经内底有真侪所在咱来看即个今仔日个圣经咱就是读即个约翰4章16到17字路开始而且就是讲到讲26节，耶稣讲我要求爸，我就是耶稣基督啦要求爸就是要求天父上帝要求爸另外赐恁一位保惠师，这就是圣神上帝通互伊永远甲恁伫伫就是真理的神，这是世间人袂当接受的，因为无看见伊，也毋捌伊，恁却认捌伊，因为伊常常甲恁伫伫，也要踮伫恁内面。我也甲恁伫伫时，已经将这话甲恁讲，保惠总是保惠师，就是爸因为我的名所要册来的圣神，伊要将一切的事甲恁讲，并且要互恁想起我对恁所讲一切的话。所以咱要明白圣经，明白上帝的话，这拢是圣神咧甲咱指导，甲咱启发，互咱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圣神就是耶稣基督，伊要求爸上帝来找圣神来伫咱的中间。因为耶稣伊上天伊过活上天，伊就无伫世间伊就求圣神继续伫这个世界来做工。咱看这个创世纪1章1节缘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空混沌，边面黑暗。上帝神运行伫水面，上帝讲，就爱有光就有光。而且咱看到缘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有圣的上帝。地是空气混沌，圣神运行伫水面。这就是圣神做工。第3节讲，上帝讲，上帝讲就是话，就是讲话。上帝讲话，讲有光就有光。这个话就是道。伫约翰福音1章1节到3节14节底下有讲到，缘起头道甲上帝三角伫地。道就是上帝，所以第3节讲上帝讲有光就有光，这就是上帝讲，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真做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真做人来到世间，所以伫创世之初，就有圣父、圣子、圣神，就有耶稣基督嘛伫当时。迄个所在创造伫约翰第8章58节底下有一摆耶稣甲犹太人咧讲话，讲到亚伯拉罕，讲到大卫。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
未有阿伯拉罕就有我。哦，即犹太人来讲，啊，你还未50岁，你敢捌看到阿伯拉罕？啊，着咧用石头拍，等来拍，迄石头，耶稣为圣殿的中间就出去啊！迄个时阵，耶稣才30出头个，因仔毋捌看见阿伯拉罕，总是耶稣讲，未有阿伯拉罕，伊讲未有阿伯拉罕就有我，就已经有我。所以阿伯拉罕是历史人物总是耶稣呢，是对永远古早就存在，对永远到永远。伊有说第1章40就讲，就亲像上帝对创立世界以前，伫基督内面竞选了我，所以保罗咧传讲，上帝竞选的，伊讲上帝创立世界以前，基督就竞选你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存在，并毋是咱咧讲的，即公元前4年，甲即阵2000几年，伊是倒正肉体伫迄个时阵出世，总是伊的存在是早的存在，甲上帝共款创世之初，伊就存在耶稣的降生，咱就会当看出讲，爸囝圣神会做工，约翰3章16节上帝将独生囝生出世间，竟然是个为天伦，为得着永活，上帝伫路加1章31节上帝的天使就甲玛利亚讲，受大恩的女子你得着上帝的恩典，你要怀孕生囝，所以就是要对圣神来怀孕生囝，所以伫遮就上帝的这天使，来甲玛利亚讲，过来即个玛利亚伊要圣神来怀孕，过来爱甲伊号名叫耶稣。咱咧读使徒圣经，使徒圣经是伫初代教会迄个时阵有真济异端所以就爱制定一个咱的信仰个别所以咱使徒圣经内底有讲着，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所以伫遮耶稣的出世。伫遐拢讲着上帝独生囝，对圣神投胎，对玛利亚来出世，所以耶稣的出世，咱就当看到天父耶稣圣神的工作。过来咱看耶稣受洗礼的时阵伫马太第3章16、17节耶稣受行洗礼约翰洗礼。行洗礼约翰是耶稣的先锋，有时咱若做先锋者，来宣传耶稣，这嘛是真伟大的工作行洗礼约翰甲耶稣洗礼，耶稣就对水面要起来的时阵呢，伫遐天忽然天开，看见上帝的神亲像井降落。落伫伊的身上，有天顶的声讲，就上帝的声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所以伫耶稣的洗礼，咱会看见圣父、圣子、圣神，的工作，伫遮讲。圣神亲像井降临，亲像井降临，这安怎形容呢？这就是讲，我有一摆
去迄个，我小弟吼，伫即个拉拉斯教会牧会，啊，我对休斯顿去拉拉斯去找伊啦吼，去看伊。啊，伊就带我去一间叫做Biblical Museum 圣经博物馆。啊，遐有一个建筑物啊，历史。啊，迄间内底就是咧做即个现行杠铃管就对啦吼。啊，我较无顺吼，我就入去啦。哦，迄种真现代的设备吼，啊椅啊、冷气啥真好势，啊一坐咧吼，啊冷气真凉呢，啊像啊奇怪，啊面顶仔有一个电风遐大个，遐大个安尼吼。啊伊个台仔顶吼。伊即个讲台吼真长，啊内底做迄个人的像，拢差不多咱4个人遐大，安尼真济人。啊遐真济人，迄就是咧讲起彼得讲道的时阵有5000人会教，啊迄5000人到底是啥物人？哦啊伊就拄入去吼，即马要开始的是暗嘛，啊伊就有一仙人讲起来。介绍即个人，就是啥物人，就是遮个使徒啦，啊是保罗啦，啊是啥物人安尼吼。是咧，迄个时阵也无保罗，吼。所以有遮个使徒，啊遮个学生，即马介绍了，后来，迄个。电风咧教，呼叫，即就是咧做迄个讲圣神降临的时阵，安尼呼叫安尼吼，圣神的声所以就讲圣神降临亲像井亲像井即咱较好去了解。我感觉讲迄个迄个圣经博物馆迄个是做了真逼真啦真成安尼吼，咱会当体会着讲，圣神咧工作安尼吼。所以咱若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2章伫遐拢圣神咧工作咱若去看会当知影讲圣神咧工作就是安尼。所以咱即个约翰16章。第5章、第7章、到13伫遐有讲到耶稣找圣神，耶稣找欠圣神耶稣讲，当我要去找我来的爸遐，安尼，当我就是耶稣基督，要去找我来的爸天父上帝的所在天父。若是我将实情甲恁讲，我去是对恁有利的。我若无去，我为师就袂到恁遮来。我若去找伊来，我还佫有侪侪事要甲恁讲，总是现在恁当袂起，到真理的神来，伊会引带恁明白一切真理。所以迄个时阵，耶稣甲遮学生讲，伊嘛袂明白所以耶稣甲伊讲，我要来去爸遐，要找圣神来，到时圣神甲恁启发，甲恁教导，恁就会明白。所以耶稣找圣神来，这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耶稣伫马太28章10到12，这就是耶稣最后的吩咐啦。有人叫做这个经节叫做大使命，也是耶稣的吩咐，最后的吩咐，大使命。耶稣讲：恁就去，互万民做我的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凡我所吩咐恁的，教是因守，我就常常甲恁伫地，到世间的末尾。
所以耶稣最后吩咐学生，就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互人来做伊的学生，爱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洗礼。有个所在有叫做讲，爱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咱来看牧师咧洗礼的时阵，咱都爱安尼讲就是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是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所以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伫即个马太27章46节，伫遐有讲起耶稣受定十字架。耶稣受定，伫十字架顶开要断以前的，耶稣有大声呼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离我？”耶稣大声嚎叫，开就断。第51节讲，不然。殿呢，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圣殿的顶篱对顶角的二做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裂。耶稣咧开要断的时阵，即个发生这天动地动的事即个圣殿的顶篱二做两边。这就是圣殿，就是这顶篱，就是将圣所甲至圣所甲伊隔开。这个至圣所呢，大祭司一年才入去一摆。所以这就是讲，人咧亲近上帝是遐尼好个。至圣所祭司才一大祭司啦，一年才入去一摆。总是耶稣开灯的时，即个顶篱二做两半，就是有表耶稣的肉体为着咱拍破，伊为着咱开一条新搁活的路，互咱会当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得到上帝的怜悯、恩典甲帮助。所以，咱要亲近上帝，咱随时咱拢会当亲近上帝。若以前毋是要来到圣殿，来到圣所，搁至圣所，大祭司才会通入去，所以这就是耶稣为咱安尼牺牲，总是对耶稣的最后，咱会当看到圣父、圣子、圣神的工作。咱咧祈祷上帝，咱大部分拢讲天父上帝，听咱的天父上帝。有人祈祷亲爱的耶稣，对耶稣较少祈祷讲圣神上帝。总是咱今仔日安尼思想即个地方，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咱对上帝、圣父上帝祈祷，对圣子上帝祈祷，对圣神上帝祈祷，拢会使的，拢常常咱会当自由看伊安怎祈祷拢是真自由的所以三位一体上帝的教义是真深，2000年来，就安尼人咧研究，有哪真互人安尼，有哪无容易来明白总是咱嘛渐渐来体会上帝的疼，上帝的同在，安尼咱就会渐渐来了解。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咱若亲近耶稣，咱就会行伫真理的道路，咱就会捌真理，咱就有活命。
耶稣赏赐咱活命，要搁赏赐咱丰盛的活命。所以，咱伫上面的时吼，要唱即个圣诗55首吼，即第1节、第2节、第3节讲，我信全能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真理的神，所以第1至3节拢是讲，拢是圣父、圣子、圣神，第4节讲我信三位一体，圣父。我信三位一体，爸、子、圣神上帝，同体同性同心同情，尊贵荣光无替。这形容了真水。讲三位一体，三位怎是？伊是一个上帝，是同体同性同心同情。这讲了真水这个形容，所以咱的信仰这一块100多年前就为着咱留落这真理的遗产所以咱就爱好好来持守，来保守咱上帝赏赐咱智慧真理的神咱来明白伊的奥妙上帝来祈祷。感谢全能的天父上帝，创造宇宙、管理万物的主，救赎阮的主耶稣基督，帮赞安慰扶持阮的圣神保惠师。感谢你，予阮会通认捌你，得到主耶稣的救赎，得到圣神的感动甲引带，予阮会通行伫真理的路。求你继续帮助引带阮，予阮会通持守真理的道路，顺从你的旨意，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